我跟我媳妇认识嘛，就是第一次认识就我记得2016年的12月30号。我记得那一年是那个我表哥和那边豌豆那边讨媳妇，我是去做伴郎，我得是去做半年，那时候就认识了。我爸爸是工人，我爸爸是工人，我妈妈是农民，我妈妈是农民。工人，工人，我长大了，我长大了，要当一个好工人，要当一个好工人。农民，农民。雷锋小时候上学，雷锋小时候上学，要走过一座小桥，要走过一座小桥。有一天下大雨，有一天下大雨，雷锋和几个小同学，雷锋和几个小同学。我在这个地方教书已经是19年了。这个学校是64年盖起来，64年盖起来有些是关牛的地方，关牛地方后是因为我们村太穷了，要办学校没得地方给牛赶开，没有给他改成学校，一直都到现在。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盖新的学校。现在的学校相当危险，所以现在呢，我想的是盖的学校盖好一点。教授呢，我有一个理想就是培养下一代。这个学生呢，我看的就是多学点文化知识，以后不管是在哪或者是搞科学种田，这些都要文化知识。这个学校一下来嘛，有漏水下来嘛，娃娃那些有走的别发走嘛，他跑几次了。虽没有人做归归的时候，那是心中空虚的水流。像我们这些给他来话的人们，实在是吃不开了。我把我们这些伙计完全整完的嘛，也还不要他，我这个没给他好好的教他那些学生，嘎，管他装不装那个呢，我不管他们。如果是他一辈子不装，还不是我要给他教他那些娃娃。那个王老师今天考的课啊？有的是他出去了，我上好包功课嘛，我回来妈妈在家，我在家，可能是他为那个学校出去了，出去嘛，可能是好几次的他出去的了哈，他们上什么大意嘛是咋个说，我也还搞不清楚，那他今日嘛又出去了。在母亲的胸口，叶子你飞回来了，你飞回来了，我的朋友。你说的来啊？这快没下来。这课没下来？去在哪一课？他让民专公共都会一个。哦。只是这个民专公给希望了。看来还没得希望。咋个呢？因为还要评比。还要评比？前期上有73个名吧，大部分都是要想转，个个都想转了，要等着评比，他有办法。哦，就是。好了。中计。你开刀架？开刀子眼。那开了啥吗？这是给头发给你的。
给你个这个小开，小的来你妈给你这开着了。花蝶正在等待，今年一万啊写着，那呀毛呀落着，家的爹娘不敢带，家的爹娘不敢带。